我在这里正式婉谢总统的提名，我对使命向来全力以赴，我对清白绝对捍卫到底。我原本相信监察委员是一个神圣的使命，可以导正社会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。我也跟总统报告过我的案件，相关人士亲口告诉我，他们已经做了了解，他们说这些都不是问题。但是今天我平白忍受了很多的不实的指控。当初那些相信我清白、力主提名我的人，没有站出来维护我的清白，反而放任他们的同志来羞辱我。如果我的清白不能够得到维护，就算我进到监察院，也无法发挥功能。我在意我的名声远胜过任何的位置。那些拿我当挡箭牌来转移焦点的有心人士，可以到此为止了。祝大家周末平安喜乐。监察院长应该是高风亮节、奉公守法，足以做全国的公务人员，包括柯市长您的表率。你觉得陈菊可以达到高风亮节、奉公守法，足以做柯文哲等全国公务人员的表率，足以担任监察院院长吗？时间暂停，你要耍赖，我就时间暂停。这个偶无啊替蔡英文回答问题嘛，这个他自己提名，他自己要负责啊。市长，前2天监察院提出对高雄市政府的纠正案，就是他们在6年前40多亿民间捐款的气爆案的一些捐助费，没有悉心的用在市民的一些部分，反而挪作他用。监察院纠正了高雄市政府。可是昨天蔡英文总统提名前高雄市长陈菊担任监察委员。监察院长应该是高风亮节、奉公守法，足以做全国的公务人员，包括柯市长您的表率。你觉得陈菊可以达到高风亮节、奉公守法，足以做柯文哲等全国公务人员的表率，足以担任监察院院长吗？时间暂停，你要耍赖，我就时间暂停。这个偶无啊替蔡英文回答问题嘛，这个他自己提名，他自己要负责啊。你对这样的提名结果，你认同吗？这个这样的哦，这个跟市政无关啊，这是国政啊，我还是那样嘛，谁提名的谁负责啊，就这样啊。那你们贵党、民众党会在立法院投同意票，同意陈菊当监察院长吗？不会。你们会投否定票？我们不会投。那你们很相怨呢？你们不行使你们的职权，不投票。基本上哦，我是主张三权分立的人，我觉得考试院监察院根本就应该废掉。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。真的，我是这样。另外。